曼谷去咗咁多次，係第一次坐運河嘅小船仔，架船唔細㗎，不過真係第一次。咁啊，30幾年前去過，到而家不下10次都係第一次坐船仔。其實上網咁抄咗就什麼 seafood market 可能係新嘅，未去過白色5艇好多期。人圍住欄杆船仔真係第一次，正黃廟第一次。咁啊，要打下日落，打下車軌，好似仲有個英文字咁喺前面嘅。呢度都係天台巴啦，但係全部都係唔準用三腳架。咁我帶咗唔用又好似蝕底咁。咁咪俾佢講咗俾我聽係碼頭影咯。咁啊前景有埋架船添。咁就不過佢都唔平啊。就喺呢條坑渠或者叫運河啦。而家係呢個位，有兩邊走向嘅，一邊係唔識讀 from here Japan Charo and 我唔識。OK， 你睇咁咩？時間係7點到18點，7點半到8點，星期六日係7點到6點。有水上市場嘅喎。咁多鬼佬嘅原來呢個。碼頭，OK， 你申請啦，我一張飛12包，12包一張飛。